學等陣先。咩事啊？你個鋁罐打算回收咩？嚇？回收？呢個要分顏色，同埋都好冇着數喎。我唔想分類啊，好麻煩。我明，咁你就要過嚟望下我最新發明嘅 AI 智能回收箱啦。嚇？呢個係咩啊？係啊，你過咗嚟就明㗎啦，過嚟啊，過嚟啊。好啊，好啊。大家好，我們來自聖公會聖西門里明佢中學，我係張周月。我係何子軒。我哋好高興參加本次STEAM 嘅科學技術比賽。我們今次報名嘅係中佛組，主題係綠色校園。咁啱啱嘅場咧就係我哋作品嘅設計來源，咁就係為咗破解呢一個難得去垃圾分類同埋唔識得分類呢兩個嘅難題，咁就我哋就帶嚟咗呢一個智能 AI 回收箱。智能 AI 回收箱是以學校嘅三色回收桶為基礎，進行了智能化升級。類似自然 AI 識別模型，通過屏幕顯示垃圾類別與分類指引。歸種字喺識別成功後，桶蓋自動開啟。而家就會展示成個運作嘅過程。首先拎一個鋁罐出嚟，走到去回收箱嘅前面，將鋁罐放喺鏡頭嘅範圍裏邊，然之後撳變色，佢咧就顯示為呢一個係鋁罐，咁佢就會打開對應嘅顏色嘅蓋。學生掉咗垃圾之後咧，佢就會自動熄返佢呢個蓋。今次就會用膠樽做例子，同樣拎出一個膠樽出嚟，行到去回收箱面前，將膠樽放喺鏡頭嘅範圍裏邊，然之後撳變色，咁佢就會將顯示為呢個係膠樽，咁佢就會打開對應係膠樽嘅啡色回收箱蓋，並自動冚埋。第三步，儲蓄積分。同學可以在分類圓筒按切換至屏幕1，然後按辨認學生證。這時同學可以把學生證拍在螢幕旁，裝置裏的 NFC 裝置會識別到是誰的學生證，按確定後就能儲蓄積分。已儲蓄的積分可以拿去換獎品，例如文具或筆記簿。咁你而家知道點樣分類未啊？我知啦。好，顏色測試，鋁罐咩色？黃色。啱。膠樽咩色？啡色。係啱晒。咁睇嚟而家已經知道點樣分類啦。係啊，我以後都會做到分類嘅。咁就好啦。謝謝大家。